花莲流浪狗的问题是真严重，有的所在甚至有狗仔攻击人的事件。即马花莲县府按算11月开始，要甲掠流浪狗仔的问题交予动植物防疫所来负责。不过，却因为欠人力甲经费，佮爱甲中央来争取预算，所来引起争议。花莲以前掠流浪动物是由各乡镇市清洁队来做，拢是民众通报了后，各单位安排时间来掠。北客未生了后，原地野放或者送去养狗活动分区安排认养。这业务11月开始回归农业处动防所来负责。保护工作部分呢，统计到今年8月底为止的部分，在犬猫绝育的部分呢，已经执行了180只的犬猫。那在宠物登记的部分，跟相关的热区又补出。按过动防所负责了只有5个人，不止人力案，就连经费拢有问题。县府计划向中央申请补助，按过后面第几期，县府为啥无先计划才执行呢？那为什么没有先想到人和钱？就这个是很奇怪。如果它是一个政策的规划的话，它是必须要有配套的。但是我看新闻稿，你们自己还在写说没有人力，然后预算不确定够不够，要跟中央申请。另外，包含执行 TNR 政策无照正常程序，真侪猫狗掠起来，北客未生了后无原地养放，也有民间收容所管理这问题。有关认为，毋是中央补助了，就应该先跟县府甲民间合作，成立动保志工，先解决人力问题。制度执行面，各需要加强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